各位前贤晚安。今天由后学带领导读，请各位前贤检查自己的麦克风是否已经关起来了。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从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敬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各尊视为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欲，戒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天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劝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恶其气于地也，不必长于疾；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畏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户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知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。思婷，你的画面没有转。谢谢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于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赤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宗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广东。南北两极一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
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。老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舍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将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会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，时空一空再空三空四空五空六空七空八空九空10空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路顶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演神兵。雨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听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劳木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雨东。南北两极点东序，滚圆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
善哉八难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如同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令36员将，500领官顶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舍起绕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人人生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时空，一空再空3空4空5空6空7空8空9空10空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急吐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善哉八难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
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顶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二挂甲兵，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2遍得超生，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姐妹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持扣，一扣再扣3扣4扣，扣6扣7扣8扣9扣10扣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请敬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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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浅浅慈悲。谢谢志雅带读哦，也谢谢各位浅浅的一起诵经。
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各位点台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晚安。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拜拜哟。再见啦，拜拜。那老师晚安。哦，老师听前贤优秀。晚安，再见哦。晚安，再见。愿将那个功德回向弟弟的赵天顺，祈求那个病苦减轻，感谢上天慈悲。他在柳营奇美医院还是永康奇美医院，就因为新冠肺炎合理治疗，肝炎的毛病，还有感冒还是什么，说有3种病毒呢。愿将网络电视台有一些功德回向给弟弟赵天顺，诵经有一些功德回向给弟弟赵天顺，祈求减轻病苦折磨，感谢上天慈悲。